强公公到。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奴才这是给您送皇上的口谕来了。皇上命娘娘于今日午时大明宫书房见。他要见我，为什么要去书房那么神圣的地方？娘娘，皇上还有一个口谕，那就是不得问为什么。就爱跟我玩这种虚的，想见我就直说嘛。你们说他这个是不是叫爱装逼遭雷劈？娘娘，您一定要去啊！皇上说不定给您准备了浪漫大礼呢。大礼？嗯。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都送我礼啊？嗯？你不是说要送我大礼吗？礼物呢？这就是朕送给你的礼物啊。你确定？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张泡泡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你送我的礼物不是抱抱？朕的意思是，这些书是朕送你的礼物。啊？朕知道，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惊喜，因为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不过今后，朕会亲自来教导你，将毕生心血都交给你，以便日后你好教导浩儿。